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1。箴言16章17節安尼講：正直的人的大路是離開歹，謹慎守伊的路的，是保全伊的性命。三角來祈禱，愛阮離開歹，謹慎守正直的路，就要保全阮的性命的天父。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聖潔公義的主，你是信實主愛的爸，你是阮生命的牧者，也是引領阮行義的路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道路完全，你的話語純正，你的旨意良善純全。你是阮人生的亮光，是阮腳前的燈，路上的光，互阮無佇黑暗中來行。主啊，阮感謝你，因為你用無盡的慈愛揀選阮，用寶血洗淨阮，閣藉着聖神日日引帶阮。阮感謝你，在阮軟弱的時扶持阮，在阮失敗的時找回阮，在阮跋倒的時重新堅固阮。主啊，求你幫助阮，謹慎持守阮的腳步，互阮通行佇平安甲永活的路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